大家好，今日優質豬帶大家去睇高仿嘅機械錶。咁原來有分標配同埋高配㗎。喺開始介紹之前，我都要戴定個頭盔先。咁我唔係鼓勵人哋去買高仿錶，咁但係呢，帶大家認識清楚多啲一啲高仿嘅產品。而家有幾多黑科技喺背後？而我今日冒住危險帶咗自己嘅真錶上去，雖然有啲舊款啊，但係可以俾大家望一望真假對拼。其實講真啦，呢度啲錶呢，驟眼望落去，如果真係唔在行嗰啲人呢，真係分唔清嘅。如果識睇嘅話，其實我第一隻戴上手嗰隻就係自己嗰隻舊款嘅十仔，而家畫面之中呢一隻呢，就係新款嘅十仔。驟眼睇呢隻錶其實都好靚仔啊，大家。咁但係呢，我想講呢隻只係標配版嚟嘅啫，所以講緊呢隻錶都係幾百蚊嘅貨仔嚟嘅咋。咁大家繼續睇落去就知道高仿同埋標配有咩分別啦。咁無論高仿同標配呢，佢啲針位嗰啲夜光位呢，全部都做到1比1嘅，所以即時用紫外光燈照落去呢，佢都會即時吸光。咁另外玻璃面呢，都會做翻個勞力士嘅暗藏 logo。咁如果大家有玩呢啲錶呢，其實用支電筒照一照個玻璃最底嗰個位置，就會見到勞力士個 logo 噶啦。咁而家大家睇到眼前呢一盤錶呢，就係一啲標配版嘅型號。咁啊，600至1000蚊不等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過去揾下老闆，話優質豬嘅 fans，佢會俾翻個粉絲價你嘅。呢隻朱古力呢幾年都比較興，我都見到唔少人戴。同埋近呢幾年咧都比較興膠帶款，咁呢隻都係首選嘅，因為地通拿其實除咗雙石嘅勞力士之外，跟住佢都應該係最 grand 嘅其中一個系列嚟。跟住仲有 GMT Master 2嘅系列啦，跟住 Yacht Master 啦，都有啲經典嘅金錶款啦，跟住有雙石嘅款啦。基本上你噏得出市面而家最流行嘅型號，佢都會揾到俾你。仲有去到 AP 嘅系列，佢都有嘅。不過 AP 我真係完全零知識啊，唔好意思，因為太高 level 啦嗰啲錶。咁以下落嚟，大家慢慢望下有冇自己心儀嘅型號啦。咁啊，千祈唔好走開啊！後邊咧會講翻俾大家聽，高配同埋標配有啲咩大分別。亦都有個小儀器測試翻俾大家睇呢樣嘢嘅。不過呢啲高仿錶呢，我就唔建議大家買有石嘅款式，因為一定唔會係鑽石嚟嘅。所以呢，普通其實其他款都已經好靚仔啊。後邊我亦都會講埋最高仿嗰啲價格，其實個價錢係相對於標配呢，個幅度係會比較大嘅。以下落嚟呢一度就係真真正正嘅高仿型號啦。咁啊，呢啲望落去其實個感覺已經唔同咗啦。點解會咁講呢？因為轉頭大家就會知啦。呢隻熊貓都係我最中意嘅款式之一。咁跟住落嚟隻冰藍簡直冇得輸。咁以下落嚟呢度呢，就會將兩隻朱古力去做對比嘅。咁左手邊嗰隻就係高仿，右手邊嗰隻就係標配。大家可以留意下玫瑰金呢隻朱古力呢，個錶面係會比較靚啲嘅。咁其實呢，點解會咁講呢？佢用藍寶石嘅面嘅，咁而標配嗰隻呢，其實用普通玻璃面嘅啫。所以你見佢呢個反光度呢係冇咁高嘅。咁呢支槍仔呢，就愛嚟測試藍寶石錶面。如果佢真真正正用藍寶石做呢，就會有響聲嘅。咁而隔離呢隻就唔會有任何反應嘅。看沒有？嗯，這是真正藍寶石的。哦，所以就咁貴。對，這個也是藍寶石的，隨便一樣都是藍寶石的。然後它的厚度它都可以測。藍寶石嘅面就耐磨抗刮，咁啊隨即呢，其實我都用咗我隻 Apple Watch 去做測試，一樣係會響嘅。
因為 Apple Watch 都係藍寶石面嚟嘅。跟住再落嚟就度埋錶身嘅厚度啦。高仿版係仿照翻真嘅錶1:1 12.22嘅 mm， 咁而標配版係厚啲嘅13.4，而錶帶嘅內紋佢都有做埋噶，真係完全唔係揸流噶。其實見到呢隻高仿嘅朱古力我都有啲心動。以下落嚟就俾大家睇下啲錶嘅近鏡啦。呢隻就叫雪碧，呢隻亦都叫左的，因為其實冇乜勞力士係左邊嘅粒的。呢隻就因為黑白設計而俾人叫做熊貓。呢隻叫 Submariner， 我哋簡稱叫十仔6圈。呢隻就卡食少少有石嘅款式。呢隻就航海系列，咁亦都叫做白金大帆船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我會將聯絡資訊放喺新增說明嗰度。好，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有你哋。